各位聽眾朋友，我係阿明。今晚落緊毛毛雨，外面好靜，靜到可以聽到雨點打喺冷氣機頂嘅聲音。我沖咗杯熱茶，擺喺電腦旁邊，諗住今晚同你哋慢慢講一個故仔。呢個故仔我上次講過一次，但今晚我想講得再仔細啲，因為我返去之後諗咗好耐，發現有好多細節我上次冇講到，有啲係我阿爺當年講嘅，有啲係我自己後來慢慢補完嘅，有啲係我喺呢幾十年人生入面慢慢領悟出嚟嘅。今晚唔講其他嘢，淨係講呢個故仔，由頭講起，逐個細節慢慢講。首先，我想講下我阿爺呢個人。我阿爺叫陳永發，但人人都叫佢發叔。佢係一個好普通嘅香港人，細個喺鄉下種田，大個出城打工，做過好多行，最後做咗一個小商販。佢唔識字，唔識英文，連中文都只係識睇報紙嘅標題，但佢好聰明，好有記性，仲好識講古仔。我細個嗰陣，父母要出街做嘢，我放學之後就返阿爺屋企。阿爺住喺深水埗一棟舊唐樓嘅5樓間屋，好細，但好整齊。佢喺露台種咗好多盆花，有米仔蘭，有茉莉，有9層塔。夏天嗰陣，成個露台都好香。阿爺最中意坐喺露台嗰張舊龍椅上面，攞住支煙斗，望住街下面嘅人來人往。我放學返到去，會喺露台揾到佢，我會坐喺佢腳邊，挨住佢小腿，聽佢講古仔。佢講古仔嘅時候，把聲好慢，好沙，好似一條老舊嘅河流，水聲潺潺。佢成日由我以前後生嗰陣開始講，然後一直講落去，講到天黑，講到阿嫲叫食飯。阿嫲喺廚房煮飯嘅時候，會隔住窗鬧，死老鬼，又喺度講古仔。阿明要食飯㗎，阿爺會笑住答，得啦得啦，講埋呢段，然後低聲同我講。阿嫲成日話我，但佢最中意聽我講古仔。我嗰陣唔明，後來先知道阿嫲同阿爺就係因為一個古仔而認識嘅。但阿爺極少講到佢自己嘅古仔，佢講嘅多數係佢聽翻嚟嘅古仔，或者係佢見過嘅人同事。佢話佢後生嗰陣四圍送貨，見過好多奇人奇事。我問佢，阿爺，你有冇遇過鬼？佢話鬼就冇，但見過比鬼更奇怪嘅人。然後佢會講一個古仔，而今晚呢個古仔係佢講過最長、最詳細、最認真嘅一個。佢講嘅時候，完全唔似平時講古仔咁輕鬆，而係好凝重、好專注，好似佢唔係喺度講古仔，而係喺度做緊一件好重要嘅事。我記得嗰日係中秋節，嗰日我放學返到阿爺屋企，聞到一陣好香嘅味道。阿嫲喺廚房整緊月餅，佢親手搓嘅蓮蓉月餅，每年只整一次。阿爺坐喺露台望住出面，佢嗰日着咗一件好新嘅白恤衫，頭髮梳得好整齊，好似專登打扮過咁。我放低書包行出去，阿爺，中秋節快樂。阿爺轉過頭望住我，笑咗一下，但嗰個笑容同平時唔同，有啲嘢藏喺入面。佢拍拍身邊嘅矮凳過嚟坐，我坐低，露台嘅欄杆上面擺住一個月餅，仲有一撈茶。月光好光好圓，照到成個露台，連地下嘅地神都反晒光。阿爺攞起支煙斗，但冇點火，佢將煙斗喺手指之間轉嚟轉去，望住月光望咗好耐。我坐喺旁邊等佢開口。過咗大概一支煙嘅時間，佢終於講嘢。阿明，今晚我講一個古仔俾你聽。呢個古仔我從來冇同人講過，包括你阿嫲。我即刻坐直。阿爺從來冇同阿嫲講過嘅古仔，呢句話令我好驚人，因為阿爺同阿嫲之間冇秘密，佢哋成日喺廚房傾偈，傾到哈哈笑。阿爺將煙斗放低，雙手勒住膝頭，月光照到佢面上，令佢嘅皺紋
好深好清楚。佢開始講，佢話佢後生嗰陣，即係大約20歲左右，喺新界大埔一帶做送貨。嗰陣時嘅香港同而家完全唔同，新界好多地方仲係農田同山丘，冇咁多高樓大廈，冇咁多馬路，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好近，一條村嘅人全部互相識得，邊個有病，邊個有事，全村都會知阿爺嗰陣幫一間雜貨鋪送貨，主要送鹽糖、米油呢啲日用品。佢踩住一架200單車，車尾撳住2個大竹籃，入面裝滿貨物。佢由大埔出發，踩去沙田，踩去粉嶺，踩去上水，一日踩幾十里路。夏天嗰陣曬到成身汗，冬天嗰陣凍到手指僵硬。但佢話佢好鍾意呢份工，因為可以周圍去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同風景。有一日，佢踩單車經過大埔墟嘅一條街，喺街角見到一間好舊嘅藥材鋪。阿爺話嗰間藥材鋪真係好舊，外牆嘅灰水孖落咗一大片，露出入面嘅紅。門口嘅木門框俾蟲蛀咗幾個窿，但抹得好乾淨。門口兩邊擺住2個大瓦媽，入面種住2棵植物。阿爺唔識嗰2棵植物叫咩名，但記得佢哋嘅葉好細好密，綠油油嘅，喺陽光底下閃閃發光。藥材鋪嘅招牌係一塊深色嘅木牌，大概2縷長1縷寬，用鐵鏈吊喺門頂。木牌上面刻咗4個字，以命換命。啲字係金色嘅，但金色已經有啲褪，隱約睇到木紋。阿爺話佢第一眼見到嗰塊牌，心入面咕噔一下，覺得呢4個字好怪。佢停低架單車，企喺門口望入去。藥材鋪入面好暗，但隱約見到一個男人嘅身影。嗰個男人着住一件灰色長衫，企喺一張好高嘅木台後面，低頭切緊藥材。台上面擺住一個大藥鏈，一個銅金狗，仲有幾個青花瓷藥碼。空氣入面飆住一股濃郁嘅藥材味，混雜咗當歸、川芎、白芷、甘草嘅氣味，聞落好舒服。阿爺企喺門口望咗一陣，入面嗰個男人抬起頭，佢大概50歲左右，頭髮有啲花白，但面色好紅潤，精神奕奕。佢嘅額頭好寬，眉眼好溫和，嘴角微微向上翹，好似隨時都準備笑咁。佢望到阿爺，點咗一下頭，笑咗一笑，然後又低頭繼續切藥。佢切藥嘅動作好快好準。阿爺話佢見到佢左手按住一條當歸，右手面住一把薄薄嘅切片刀，一刀一刀切落去，片片厚薄均勻。切完之後，成堆藥材整整齊齊，好似用間尺量過咁。阿爺嗰陣心入面諗，呢個大夫一定係好有經驗。但阿爺嗰日要趕住送貨，所以佢冇停留，踩翻單車繼續行。但佢記住咗呢間鋪，記住咗呢個男人，記住咗嗰塊寫住以命換命嘅木牌。佢話嗰日之後，佢成日會諗起嗰4個字，但諗極都唔明。過咗大約1個禮拜，阿爺又經過嗰條街。今次佢送完貨，時間比較鬆動，所以佢專登停低架單車，想行入去睇客。但佢未行到門口，就見到一幕令佢難忘嘅情景。嗰個灰色長衫男人企喺鋪頭門口，同一個着破衫嘅窮人講緊嘢。嗰個窮人大概40幾歲，瘦到得棚骨，面色藍黃，個肚卻離奇地陰起，好似一個吹脹咗嘅氣球。佢企喺度嘅時候，身體搖搖下，要用一隻手撐住牆壁先至企得穩。灰色長衫男人捉住佢隻手，3隻手指搭喺佢脈門上面。佢合埋眼，眉頭輕輕皺起，好專心咁感受脈搏嘅跳動。阿爺話佢企喺對面街望住，見到嗰個男人把脈嘅時候，成個世界好似靜止咗。連街上面嘅行人、單車叫賣聲，全部都退到好遠好遠，剩翻佢同嗰個病人把完脈。灰色長衫男人張開眼，
笑住同個窮人講咗幾句。阿爺聽唔清楚講咩，但見到個窮人原本好緊張嘅表情慢慢放鬆咗，然後灰色長衫男人轉身行入鋪頭，好快咁執咗一包藥出來。佢用一張黃色嘅草紙將幾種藥材包成一個四四方方嘅小包，用一條紅色棉滿掛好，交俾個窮人。個窮人接過藥包嘅時候，雙手喺度震，眼淚由眼眶入面湧出嚟。佢想由衫袋入面攞錢，灰色長衫男人擺擺手，笑住推開佢嘅手。個窮人噗一聲跪低咗，額頭幾乎掂到地面。灰色長衫男人即刻彎腰，雙手扶住佢嘅手臂，將佢扶起身。佢拍拍窮人嘅膊頭，又講咗幾句。個窮人抹住眼淚行開，行幾步又回頭望一次，鞠個躬先至走。阿爺話佢嗰陣企喺對面街，成個人呆咗。佢見到嗰個灰色長衫男人企喺門口，望住窮人離開嘅背影，面上嘅笑容好溫柔。陽光由側面照過來，將佢嘅影子拉得好長，好長，拉咗成條街。阿爺忍唔住行過對面街，企喺藥材鋪門口。灰色長衫男人望到佢，又係笑住點下頭。後生仔，又見到你阿爺，好驚硬。先生，你認得我？認得。你一個禮拜前企喺我門口望咗一陣，然後踩單車走咗。灰色長衫男人笑住答：我記性好，見過嘅人通常都會記得。阿爺覺得好神奇，忍唔住開口問：先生，你門口嗰塊牌寫住以命換命係咩意思？灰色長衫男人望住阿爺笑咗一下，佢嘅笑容好溫和，眼角嘅魚尾紋皺起嚟，好似秋天收割之後嘅稻田，一圈一圈嘅。你覺得呢？佢反問阿爺：阿頭我唔知，但我覺得呢四個字好重。灰色長衫男人點下頭，表情認真咗。你講得啱，呢四個字好重，重到要用一個人嘅一生去等。佢望住街尾嗰個窮人消失嘅方向，繼續講：我行醫30年，慢慢明白一個道理，你醫好一個人，其實係用你嘅命換佢嘅命。你將佢由鬼門關拉返來，你就要喺嗰度企多一陣。你救嘅人越多，你企喺鬼門關前面嘅時間就越長。阿爺嗰陣20歲，聽完呢番說話唔係好明，但佢記住咗。佢問：先生貴姓？灰色長衫男人拱拱手：敝姓鄭，鄭一貼，人人都叫我一貼先生。點解叫你一貼先生？鄭一貼笑住答：因為我醫人從來唔使第二貼藥，一貼就好。佢講完，側身讓開門口，後生仔入嚟飲杯茶。阿爺點下頭，跟住佢行入藥材鋪。鋪頭入面嘅空間比外面睇落細，大概100釐左右。左邊係一排木製藥櫃，由地板做到天花板幾十個小抽屉，每個抽屉上面用毛筆寫住藥材名。阿爺認得嘅有當歸川芎、白芍、甘草、金銀花，其他大部分都唔識。右邊係一張長木台，上面擺滿工具同藥材，最入面有一個小神般，供奉住一個阿爺唔識嘅神像。神像前面有3長明燈，燈火細細嘅，但一直冇熄。鄭一貼招呼阿爺坐喺木台前面嘅一張矮凳上面，然後行去後面，好快咁沖咗2杯五花茶出嚟。佢將一杯擺喺阿爺面前，自己攞住另一杯，坐喺對面。後生仔，你叫咩名？鄭一貼問。我叫陳永發，人人都叫我阿發。阿發，你做咩㗎？我幫雜貨鋪送貨，周圍去。鄭一貼點點頭。送貨好，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人。我呢個年紀最中意同唔同嘅人傾偈。你呢？你有冇諗過將來想做咩？阿爺話佢嗰陣冇諗過呢個問題，佢淨係諗住日日有工開，有飯食就已經好好。佢搖搖頭，冇諗過，淨係想搵到食。鄭一貼笑住話：後生仔要有啲夢想。我後生嗰陣
夢想係做一個大夫，可以幫到人。而家做到咗，覺得好滿足。佢飲一啖茶，繼續講：你睇下外面嗰個窮人，佢病咗好耐，冇錢睇醫生，差啲死。但我一貼藥醫好佢，佢就可以繼續生活，繼續照顧佢屋企人。呢種滿足感用幾多錢都買唔到。阿爺嗰陣聽完，心入面有種好奇怪嘅感覺。佢以前覺得做大夫就係一份工，同送貨、耕田、打鐵冇分別。但鄭一貼講嘅嘢，令佢覺得做大夫好似唔止係一份工，仲係一啲更加重要嘅嘢。佢飲完杯茶，起身告辭。鄭一貼送佢到門口，拍拍佢膊頭：得閒多啲嚟坐，我成日一個人都好悶。阿爺點頭，踩返單車走。但之後嘅日子，佢成日特登經過嗰條街，有時會入去坐一陣，同鄭一貼傾偈。有時淨係企喺門口打聲招呼就走。鄭一貼次次都笑住歡迎佢，有時會請佢飲茶，有時會請佢食自己曬嘅果乾。阿爺慢慢知道多啲關於鄭一貼嘅事。鄭一貼唔係大埔人，佢鄉下喺潮州一個叫棉湖嘅小鎮。佢阿爸係一個小商販，賣布匹嘅，家境普通。鄭一貼細個嗰陣身體唔好，成日病。阿爸帶佢四圍睇大夫，睇咗好多錢都睇唔好。後來有一個遊方郎中經過棉湖，幫鄭一貼把脈，開咗3貼藥。食完之後，鄭一貼嘅病好返晒。鄭一貼阿爸好感激，想送錢俾個郎中。郎中唔收佢，話：你個仔同我有緣，如果佢願意，可以跟我學醫。鄭一貼嗰陣13歲，一聽可以學醫，即刻話願意。於是佢就跟咗個郎中開始咗佢嘅學醫之路。嗰個郎中姓黃，人人都叫佢黃先生。黃先生係一個奇人，佢唔係喺醫館坐堂嗰種大夫，而係四圍雲遊，行到邊醫到邊。佢揼住一個藥箱，着住一件補咗又補嘅長衫，由一個鎮行去另一個鎮，由一條村行去另一條村，邊個有病就醫邊個，有錢收少少，冇錢就免費鄭一貼。跟住黃先生8年入面，佢學咗好多嘢。黃先生教佢辨認藥材、炮製藥材、開方、把脈、針灸，仲有好多醫書上面冇寫嘅心法。黃先生話：醫術呢樣嘢，書本只係入門，真正嘅學問喺病人身上。你睇多啲病人，摸多啲脈，你就會越來越叻。8年之後，黃先生老咗好多，行路要用拐杖。有一日，佢叫鄭一貼坐喺佢面前，同佢講：一貼，我教咗你8年，你可以出師啦。你嘅天分比我高，心腸比我好，將來一定係一個好醫生。但你要記住幾樣嘢。黃先生伸出3隻手指。第一，醫者父母心。你睇每一個病人都要當佢係你嘅仔女，你嘅父母。你唔可以因為佢窮就敷衍，唔可以因為佢有錢就奉承。所有人都一樣。第二，醫術越高，責任越大。你救嘅每一條命，都係用你自己嘅命換翻嚟嘅。你救一個人，就喺鬼門關前面企多一陣。你救嘅人越多，你企嘅時間就越長。呢個道理你而家可能唔明，但你將來會明。第三，唔可以貪，唔可以怕，唔可以後悔。你揀得做醫者，就預咗要付出。你貪錢，你會醫錯人；你怕死，你會救唔到人；你後悔，你會活得好痛苦。記住呢3樣嘢，你一世受用。鄭一貼喊住點頭，佢跪低向黃先生叩咗3個頭。第2日，黃先生就離開咗，繼續佢嘅雲遊。鄭一貼後來再冇見過佢，只係間中收到佢由遠方寄嚟嘅信。信入面寫嘅多數係佢遇到嘅奇難雜症同醫治方法。鄭一貼20歲出師，開始自己行醫。佢由潮州開始，一路向北行過好多地方，醫過好多人，佢嘅名聲慢慢傳開。
人人都知道有一個後生大夫醫術好深長，好收費，平30歲。嗰年佢嚟到香港定居大埔，開咗呢間藥材鋪。佢話佢中意大埔嘅山同水，中意呢度嘅人純掛，所以決定留低之後嘅30年，佢一直喺大埔行醫。佢醫好過好多人，有窮有富，有老有嫩，有人送過金麥俾佢，有人送過豬肉俾佢，有人逢年過節都會嚟拜佢。鄭一貼全部收過，又全部轉送俾更窮嘅人。佢自己住喺一間破廟入面，一張床、一張台、一個藥櫃、一擔油燈，就係佢嘅全部過家當。阿爺話佢嗰陣好崇拜鄭一貼，佢覺得呢個世界有人咁樣做人，咁樣對人，好難得。佢每次去藥材鋪都覺得入面好舒服，藥材嘅味道，鄭一貼嘅笑容，嗰塊木牌上面嘅金色字，全部都令佢覺得安穩。但係好景不常，幾年之後，即係阿爺25歲嗰年，佢因為轉咗工，好耐冇行過大埔嗰條街。嗰日佢因為要送一批貨去大埔，順路行過舊街，想揾鄭一貼傾偈，但係佢企喺藥材鋪門口呆咗。鄭一貼變咗佢企喺門口，手扶住門框，以前直挺挺嘅腰，而家彎咗；以前紅潤嘅面色，而家灰白；以前烏黑嘅頭髮，而家枯黃；以前行路有風嘅腳步，而家要用台杖。佢望落老咗20歲，成個人縮咗水，長衫鬆泡泡泡咁掛喺身上，好似一件帶咗幾個碼嘅衫。佢嘅眼窩凹咗落去，眼圈好黑，嘴唇冇晒血色，手指嘅關節突出嚟，好似一節一節嘅枯枝。阿爺行埋去，聲音都震埋：鄭先生，你點解變成咁？鄭一貼抬起頭望住阿爺，佢嘅眼神冇變，仲係以前咁溫和，但眼珠由烏黑變咗雲綠，好似一潭清水變咗落水。佢笑住答：哦，係你啊，好耐冇見，鄭先生，你病咗？阿爺問鄭一貼，搖搖頭：我冇病。咁你點解？鄭一貼打斷佢：你入嚟坐客。佢轉身行入鋪頭，行得好慢，每一步都要用攞杖撐住攞杖，敲喺地面發出篤篤嘅聲音，好慢好沉。阿爺跟住佢入去，聞到嘅藥材味仲係以前嗰種味道，但多咗一陣苦疚，好似有啲嘢變咗鋪頭，入面比以前暗咗。神龕上面嘅長明燈嘅火細咗好多，好似就快熄。鄭一貼坐喺佢張舊木凳上面，示意阿爺坐喺對面。佢將攞杖放喺旁邊，雙手放喺台面。阿爺望住佢雙手，以前好有力、好穩定嘅手，而家喺度微微發抖。手指上面嘅青筋暴起，皮膚薄到可以睇到入面嘅血管。你問我點解變成咁？鄭一貼望住阿爺，聲音好平靜，但平靜得嚟有啲虛弱，好似一個漏氣嘅皮球。我同你講，佢開始講，大約半年前有一個富商嚟揾鄭一貼。嗰個富商姓陳，係省城做大生意嘅，做南北貨來往香港同廣東之間生意做得幾大。但佢得咗一種怪病，四圍揾大夫都醫唔好。佢最初去省城嘅大醫館，啲大夫話佢係虛勞，開咗好多補藥，食咗冇用。然後佢去廣州揾名醫，名醫話佢係氣滯，針灸咗幾個月都係冇用。最後有個大夫同佢講：你嘅病唔係一般嘅病，係氣竭症，體內嘅氣不斷流失，好似一個有窿嘅水缸，點樣注水都注唔滿。我冇辦法醫，但聽聞新界大埔有一個叫鄭一貼嘅大夫，醫術好高明，或者佢有辦法。陳富商聽聞鄭一貼嘅名聲，山長水遠由省城嚟到大埔，佢帶埋2個隨從3箱禮物，坐住一架大馬車駛入大埔去。條街好窄，馬車幾乎過唔到，引來好多人圍觀。陳富商落車，行到藥材鋪門口，見到嗰塊寫住以命換命嘅木牌，呆咗一呆，然後噗
一聲跪低喺門口，佢大聲嗌：一貼先生，求你救救我！鄭一貼聽到聲，行出門口，佢見到一個着錦繡長衫、戴金戒指嘅富商跪喺地下，面色朱白，額頭冒冷汗，睇落真係病得好重。佢彎腰扶起陳富商：陳先生，你起身，有嘢入嚟慢慢講。陳富商跟住鄭一貼入鋪頭，兩個隨從捧住禮物跟喺後面。鄭一貼叫佢坐低，然後三隻手指搭喺佢脈門上面。佢合埋眼，眉頭越皺越緊，把咗好耐脈，佢張開眼，面色凝重。陳先生，你嘅病。鄭一貼頓一頓，你體內嘅氣流失得好快，如果唔醫，我估你最多得返1年命。陳富商面色一變，幾乎由凳上面跣落嚟。佢捉住鄭一貼隻手：先生，求你救救我，我有錢，我俾好多錢你，你要幾多我都俾。鄭一貼抽返隻手，望住佢冇出聲。佢行去藥櫃後面，翻開一本好舊嘅醫書，一頁一頁咁揭，揭到最後幾頁，停低咗。佢睇咗好耐，然後合埋本書行翻出嚟。陳先生，你嘅病，我喺師傅留低嘅醫書上面見過。鄭一貼講得好慢：有一味古方叫命引子，呢味藥可以續命，但煉製嘅過程好複雜，代價好大。咩代價？陳富商問。鄭一貼望住佢，平靜咁答：煉藥嘅人要喺煉藥期間，每日割自己嘅血3滴，滴入藥爐入面，以血為引，以命為藥。煉成之後，病人服下，可以續命3年，但煉藥嘅人會折壽3年。鋪頭入面靜晒，陳富商呆咗，兩個隨從呆咗，連門口圍觀嘅人都靜晒。陳富商過咗好耐先講到嘢：先生，你願意幫我嗎？鄭一貼冇即刻答佢，望住門口嗰塊木牌望咗好耐，然後佢話：你俾我諗3日。3日之後，陳富商再嚟，鄭一貼企喺門口等佢。佢望住陳富商話：我幫你練。陳富商大喜過望話要送一半家產俾鄭一貼。鄭一貼擺擺手：我唔要你嘅錢，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。先生請講。乜嘢事我都答應。你好返之後，每年撥一筆錢幫大埔嘅窮人睇病，直至你百年歸老。你做唔做到？陳富商即刻答應，做到。我立字據。佢真係即場寫咗一份字據，簽名畫押，交俾鄭一貼。鄭一貼收好字據，然後話：好，你1個月之後嚟攞藥。呢1個月你唔好嚟搵我，我要專心練藥。陳富商走咗，鄭一貼關埋藥材鋪嘅門，掛咗一塊休息嘅牌喺門口。佢一個人留喺鋪頭入面開始練藥。嗰味命引子嘅煉製方法真係好複雜，要用749種藥材，有啲係常見嘅，有啲係好稀有嘅。鄭一貼用咗10日時間，先至將所有藥材準備好，然後佢將藥材按照特定嘅次序，逐樣放入一個大藥爐入面。藥爐係一個銅製嘅大鼎下，面用炭火加熱，火候要控制得好準，大1分則焦，小1分則不成。每日嘅子時，鄭一貼會攞起一把小刀，喺自己左手無名指嘅指尖上面割一下，擠第3滴血入藥爐，啲血滴入滾冷嘅藥汁入面，發出吱一聲化開，融入藥材入面。然後佢會用咗紗布包住傷口，繼續睇火。第1日，佢嘅血好鮮紅，滴入藥爐嗰陣，藥汁嘅顏色由深褐色變咗少少紅。第7日，佢嘅面色開始有啲皂白，但精神仲可以。第14日，佢嘅頭髮開始有幾根變白，行路有啲飆。第21日，佢嘅嘴唇開始冇晒血色，食嘢嘅份量少咗一半。第28日，佢要用梠杖先至行得穩，以前切藥好穩定嘅手開始震。第35日，佢嘅面色灰白如紙，眼窩凹咗落去，體重跌咗好多。第42日，佢嘅頭髮白咗一半，行路要用2隻手搣住梠杖。
第49日，最後一日，佢割完最後3滴血，滴入藥爐藥汁，由深紅色慢慢變返深褐色，表面泛起一層油光，散發出一陣奇異嘅香氣，有當歸嘅甜，有人參嘅苦，有川芎嘅辛，仲有一種講唔出嘅味道。藥鏈成咗，鄭一貼打開門，陳富商已經等喺門口。佢見到鄭一貼，嚇到退後2步。鄭一貼瘦咗成個圈，頭髮白咗一半，面色灰白，行路要用腿杖，成個人老咗20年。但鄭一貼笑住，將一個青花瓷麻交俾陳富商，入面裝住煉好嘅明引子，你攞返去分3日服用。鄭一貼把聲好弱，但好清楚每日1次，每次3匙羹，服用期間要戒口、戒油光、戒辛辣、戒酒。3日之後，你嘅氣就會慢慢回返。陳富商接過藥話，雙手喺度震，眼淚流晒出嚟。佢跪低喺地下想叩頭。鄭一貼用袋杖輕輕點下佢膊頭，唔使多謝，你記住你應承過嘅嘢。陳富商喊住點頭，又隨從扶起身，上咗馬車走咗。3個月之後，佢派人送咗一封信嚟，話佢嘅病好返晒，身體一日比一日好，已經可以重新打理生意。佢亦都按照約定喺大埔開咗一間惠民堂，專門幫窮人睇病，請咗2個大夫坐堂，所有費用由佢負責。但鄭一貼嘅身體一日比一日差，佢嘅氣血拉損得太厲害，就算用最好嘅藥材補都補唔返。佢知道自己得返大約3個月命。阿爺聽到呢度，成個人呆咗。佢望住眼前呢個瘦弱嘅老人，想起幾年前喺街頭見到嘅嗰個面色紅潤、笑得好開心嘅鄭一貼。佢忍唔住問：鄭先生，你後唔後悔？鄭一貼望住佢，笑咗一下。嗰個笑容同幾年前一樣溫和，只係面上多咗好多皺紋，同埋有啲虛弱。後悔？點會後悔？我行醫30年，救過好多命，今次呢條命最值得。佢停一停，繼續講：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，醫者以命換命，我救陳富商1命，用我3年命去換。但佢好返之後，會用佢嘅錢幫更多窮人。咁樣計落，我3年命換咗幾十人、幾百人嘅命，呢盤數點計都係賺。佢由台底攞出一個小木盒，打開，入面有一本手抄嘅醫書，本書好舊，紙張發黃，邊角有啲破損，但保存得好整齊。封面上面用毛筆寫住4個字：黃氏醫錄。鄭一貼將醫書交俾阿爺，呢本係我師父留俾我嘅醫書，上面有好多珍貴嘅方子。我本來想傳俾我徒弟，但我徒弟仲後生，未夠火候。我想你幫我一個忙。阿爺接過醫書，雙手喺度震，本書好輕，但阿爺覺得好重，重到幾乎捏唔穩。鄭先生，你講我走之後，你每隔3年將呢本醫書抄一次，傳俾下一個人，唔使俾有錢人，要俾有心人。邊個真心想學醫，真心想幫人，你就俾邊個。你記住，醫術可以傳，但心法更加要傳。以命換命唔係一句口號，係一個信念。你救一個人，就係用你嘅命去延長佢嘅命。你唔可以淡，唔可以爬，唔可以後悔。阿爺用力點頭，我記住，我會幫你傳落去。鄭一貼望住佢，笑得好安慰。佢由懷中攞出一封信，封口用火漆封住，上面蓋咗一個印。呢封信你幫我交俾我徒弟，佢叫阿強，而家喺沙田幫人睇病。你話俾佢聽，師父對唔住佢，冇辦法親手教佢更多嘢，但師父留低咗啲嘢俾佢，喺藥材鋪地下第3塊神下面。阿爺接過信，小心放入衫袋入面，貼住心口。佢望住鄭一貼，想講啲乜嘢，但後嚟好似塞住咗，乜嘢都講唔出。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，佢忍得好辛苦。鄭一貼擺擺手，你走啦，
我仲有啲嘢要執拾你，下個月再嚟探我。阿爺行出藥材鋪，回頭望一眼鄭一貼坐喺木凳上面，低頭喺度整理台面嘅藥材，動作好慢好仔。西夕陽由門口射入去，照到佢灰白嘅頭髮上面，好似一層金粉。阿爺話佢嗰陣有種感覺，覺得呢個畫面佢會記一世。之後嗰3個月，阿爺成日去探鄭一貼，每個禮拜至少去2次，有時帶一碗湯，有時帶一包餅，有時淨係去坐客陪佢傾偈。阿爺親眼見到鄭一貼嘅身體一日比一日差，由行得變行唔到，由食得變食唔到。鄭一貼嘅面再凹陷落去，眼珠由烏黑變環落手指，由有力變無力。佢嘅長衫越嚟越鬆，好似一個衣架掛住一件衫。佢嘅內障由1支變2支，再由2支變一張輪椅。但佢嘅眼神始終好平靜，冇驚慌，冇後悔，冇抱怨。佢成日同阿爺講笑，話自己而家好似一支就快燒完嘅蠟燭，火光雖然細咗，但仲可以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。有一次，阿爺去探佢，帶咗一碗瘦肉粥。鄭一貼坐喺床上接過粥，食咗2啖就食唔落。佢望住阿爺笑住話：我以前醫人嗰陣，成日同病人講要食多啲嘢，身體先有力氣。而家輪到自己，先知道原來食嘢都可以咁辛苦。阿爺忍住眼淚：鄭先生你，鄭一貼擺擺手，唔使安慰我。我活咗60幾年，醫過幾千人，見過好多生離死別，我知呢條路點行，你唔使擔心我走得安樂。佢停一停，繼續講：我唯一放唔低嘅係我啲醫術喎，我仲有好多嘢想教俾阿強，但冇時間，所以你一定要幫我將本醫書傳落去，唔好令佢失傳。嗰本醫書入面有好多方子係我師父用一世嘅心血收集翻嚟嘅，有啲方子已經失傳咗，剩翻呢本入面有記錄。如果呢本醫書都冇埋，啲方子就永遠消失啦。阿爺用力點頭：我向你保證，呢本醫書一定唔會失傳。鄭一貼捉住阿爺隻手，瘦到得棚骨嘅手指，力氣好輕，但阿爺覺得好重。阿發，你係一個好後生仔，我識你雖然得幾年，但我睇得出你心地好重承諾。我信你嗰晚之後冇幾日，阿爺收到阿強嘅口信，話鄭一貼嘅情況突然轉差，叫佢快啲去。阿爺趕到去嗰間破廟嘅時候，天已經黑晒，月光好光，照到廟門口嘅石級。廟入面有燈光，係個揸長明燈嘅火光透過破爛嘅窗戶透出嚟。佢企喺廟外面，冇即刻行入去，因為佢聽到入面有講嘢嘅聲音，係鄭一貼同阿強。佢聽到鄭一貼把聲好弱好沙，但每一個字都好清楚，好似用盡全身嘅力氣講出嚟。阿強，師父要走啦，師父你唔好走。阿強把聲喊住，哽咽到幾乎講唔到完整嘅句子。傻仔，人個個都要走噶。師父行醫30幾年，救過咁多人，已經賺咗好多。你唔好喊，聽師父講埋最後幾句。恩醫者，以命換命。你救一個人，就係用你嘅命去延長佢嘅命。你唔可以氹，唔可以怕，唔可以後悔。呢句說話係師父嘅師父傳俾我，而家我傳俾你，你記住，一世都要記住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講醫術，仲係講做人。你做人做到呢3樣嘢，你就算係一個好嘅醫者。師父，我記住。仲有，你喺藥材鋪地下第3塊衫下面有我留俾你嘅嘢，你攞出嚟好好睇，好好學師父可以教嘅嘢，全部喺晒嗰度。嗰度有我30年嘅行醫心得，仲有好多我自己研發嘅藥方。你學晒佢，你嘅醫術就會更上一層樓。師父，仲有一件事。鄭一貼把聲越嚟越弱，但仲係好清楚。
有一本醫書叫《黃氏醫錄》，係我師父留俾我嘅，我交咗俾一個叫阿發嘅後生仔，佢會幫我傳落去。你將來如果見到佢，幫下佢，如果佢有咩需要，你盡量幫手。師父，我會好啦，你出去啦，我想一個人靜下，你叫阿發唔使入嚟住，等一陣先。阿爺聽到腳步聲行出嚟，佢即刻閃到廟側面嘅黑暗入面。阿強行出廟門口，成個後生仔喊到面都紅晒，眼淚鼻涕流到成面都係。佢企喺門口，雙手搣住門框，身體喺度震。等咗大概一炷香時間，廟入面冇晒聲。阿強行入去阿爺，跟住月光由廟頂嘅破洞射入嚟，照到鄭一貼身上。佢合埋眼坐喺地下，背脊挨住牆，手放喺膝頭上面，面上有笑容。佢嘅呼吸已經停咗，脈搏已經唔再跳，但佢面上嘅笑容好平靜，好安詳，好似一個終於完成咗所有功課嘅學生，可以放心休息。阿強跪喺鄭一貼面前，喊到收唔到聲。阿爺企喺後面，眼淚冇聲咁流落嚟。佢望住鄭一貼嘅回容，想起第一次見到佢嗰陣，佢面色紅潤，精神奕奕，企喺藥材鋪門口嘅樣子。幾年之間，一個咁好嘅人就咁樣走咗。之後嘅事，阿爺話佢記得唔係好清楚。佢同阿強一齊幫鄭一貼處理後事，買咗一副最簡單嘅棺材，將佢葬喺大埔後面嘅一座山上面。嗰座山可以望到成個大埔墟，望到佢間藥材鋪，望到佢行過嘅每一條街。墓碑好簡單，只係一塊青石板，上面刻咗4個字：一貼先生。落葬嗰日，好多人嚟送鄭一貼，最後一程有佢醫好過嘅病人，有街坊，有朋友，仲有由好遠地方專登趕嚟嘅人，人人都喊，人人都喺度講鄭一貼嘅好。有人話佢救過佢阿媽，有人話佢救過佢仔女，有人話佢幫過佢渡過難關。阿爺企喺人群入面，聽到咁多人講鄭一貼嘅事，心入面既傷感又安慰佢諗，一個人走嘅時候，有咁多人記得佢嘅好，佢呢一生都算值得落葬。之後，阿強打開藥材鋪地下第3塊生線，下面有一個鐵盒，盒入面有鄭一貼嘅手稿，厚厚嘅一沓，用毛筆寫得好整齊，記錄咗佢30年行醫嘅心得、病例藥方，仲有佢對醫術嘅體會。阿強喊住將手稿攞出嚟話：師父原來將佢最珍貴嘅嘢全部留咗俾我。而嗰本阿爺幫鄭一貼傳嘅《黃氏醫錄》，阿爺後嚟花咗好幾個月，夜晚收工之後喺油燈下面逐頁抄寫。佢唔識好多字，要一邊查字典一邊抄，抄得好慢，但佢抄得好用心，每一個字都力求寫得清楚，每一幅圖都力求畫得準確。抄完之後，佢將原件同抄本對咗3次，確好冇錯漏。然後佢開始周圍打聽邊個適合接收呢本醫書。佢觀察咗好多人，最後揀咗一個喺大埔做賣藥嘅後生仔。嗰個後生仔姓李，叫李志明，成日抌住一個藥箱四圍走，幫窮人送藥。佢見到有病嘅人會主動幫手，唔收錢。佢嘅藥材鋪賣嘅藥材品質好，價錢平，窮人買得起。阿爺觀察咗佢2年，覺得佢心地好，有耐性，肯學，係值得託付嘅人。有一日，阿爺約咗李志明喺一個茶樓見面，佢將抄好嘅《黃氏醫錄》交俾李志明，同佢講咗鄭一貼嘅故仔。李志明聽完，喊住接過醫書話：我一定會好好保存，繼續傳落去。阿爺同佢講：你每隔3年抄一次，傳俾下一個有心人，唔好令呢本醫書失傳。李志明用力點頭：發叔，你放心，我以鄭先生嘅名義發誓，一定會將呢本醫書傳落去。之後嘅幾10年，阿爺間中會打聽客本醫書嘅下落。
佢知道李志明將醫書傳咗俾一個喺元朗開藥材鋪嘅後生仔，嗰個後生仔又傳咗俾另一個醫書，一代一代傳落去。每次都有人抄寫，有人補充，有人改進。鄭一貼嘅醫術同精神就咁樣喺香港新界嘅鄉村之間流傳。阿爺話佢隔咗好多年，再經過大埔嗰間藥材鋪，見到間鋪仲喺度外牆重新過，門框換咗新嘅，但門口嗰塊寫住以命換命嘅木牌仲掛喺度，只係金色嘅字已經褪色，褪得好淡，幾乎睇唔清煲頭入面坐住一個後生仔，係阿強嘅徒弟。佢繼續用鄭一貼留低嘅醫書同手稿幫窮人睇病，一樣係有錢收少少，冇錢免費。阿爺企喺門口望咗一陣，入面嗰個後生仔抬起頭望到阿爺，笑住點下頭。佢嘅笑容有啲似當年嘅鄭一貼，溫和平靜，帶住一種我做緊應該做嘅事嘅安穩。阿爺又望一眼嗰塊褪色嘅木牌，然後轉身行開。佢話佢嗰陣心入面有種感覺，鄭一貼雖然走咗好多年，但佢嘅醫術、佢嘅精神、佢嘅以命換命留咗落嚟。佢用3年換咗幾十年，再換咗幾十年，一代一代傳落去。呢啲嘢唔會因為一個人嘅離去而消失。阿爺講到呢度，將煙斗入面嘅煙灰敲出嚟，月光已經由露台嘅一邊移到另一邊，時間過咗好耐。我坐喺佢腳邊，成個人呆晒，心入面有種好複雜嘅感覺，又感動，又傷感，又敬佩。阿爺望住我問：阿明，你話呢個古仔教識你乜嘢？我嗰陣得10歲，聽完呢個古仔，心入面好震撼，但唔係好識表達。我想咗一陣，細細聲答：鄭先生好偉大。阿爺摸住我個頭，笑住話：偉大或者啦，但我覺得佢只係做咗佢覺得應該做嘅事。呢個世界有好多嘢唔係用偉大唔偉大嚟衡量嘅，係用值唔值得嚟衡量。鄭一貼覺得值得，佢就去做，就係咁簡單。佢望住窗口嘅月光，繼續講：你大個之後做乜都好，記住一樣嘢，如果有一日你要為一個人付出，你覺得值得嘅就去做，唔好計較代價。代價呢樣嘢你計得越清楚，就越唔敢去做。但人生有啲嘢係唔可以計數嘅。你愛一個人，你唔會計我愛你幾多，你愛我幾多。你幫一個人，你唔會計我幫你幾多，你會唔會回報我。如果樣樣都計，呢個世界會好冰冷。我嗰陣唔係好明呢句說話，但呢句說話我一直記住，記到而家好啦。古仔講完，今晚我講得好長，好多細節。我將阿爺當年講俾我聽嘅每一句話，每一個畫面，全部講翻出嚟。呢個故仔，我喺心底藏咗30年。今晚一次過講晒，感覺好似將一個好重嘅擔子放低咗。你可能會問：阿明，呢個故仔係真定假？鄭一貼真係存在過，佢真係用3年陽壽換一個富商嘅命，佢本醫書真係傳到而家。我嘅答案係我阿爺講嘅，佢話佢親眼見過，我唔知真假，因為我冇辦法考證70年前嘅事。大埔嗰間藥材鋪可能早就拆咗，嗰塊木牌可能已經化為塵土，鄭一貼嘅墳墓可能已經長滿野草。但我信阿爺，因為佢唔會作古仔呃我，佢淨係想教我一個道理。嗰個道理就係呢個世界最貴嘅嘢，唔係金銀珠寶，係一個人願意為另一個人付出嘅代價。鄭一貼付出3年，得到嘅係一個信念，一個傳承，一個永遠被記住嘅名字。佢用3年換咗幾十年，再換咗幾十年，一代一代傳落去。佢嘅命冇消失，只係變咗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。我而家40幾歲，經歷過好多事，
見過好多人，我開始明白阿爺當年講嘅嘢。人生有啲嘢真係唔可以計數，你計得越多，你就越唔敢付出，越唔敢去愛，越唔敢去幫人。到最後，你嘅人生會變得好安全，但好空虛。鄭一貼唔計，所以佢溫暖咗好多人。阿爺唔計，所以佢將呢個故仔傳咗俾我。我今晚唔計，所以坐喺呢度同你哋講呢個故仔。你可能會問，阿明，你講呢個故仔想我哋做啲乜嘢？我冇想大家做乜嘢，我只係想將阿爺講俾我聽嘅故仔講俾你哋聽。至於你哋聽完之後會記住啲乜嘢，會點樣諗，會唔會改變一啲嘢，嗰啲係你哋嘅事，我淨係負責講。但如果你一定要我講一個願望，我會話希望大家記住以命換命呢4個字，唔係叫你真係去割血煉藥，而係記住一個道理：你對人好，人哋會對人好，你付出嘅嘢會以另一種形式返來。你今日幫過嘅人，佢聽日可能會幫另一個。你今日講過嘅一個故仔，佢聽日可能會講俾另一個人聽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，一環扣一環，一代傳一代，一直延續落去。鄭一貼走咗幾十年，佢嘅名可能已經冇人記得，但佢嘅精神通過阿強，通過李志明，通過嗰個元朗嘅後生仔，通過我阿爺，通過我，一直傳到而家。我唔知會唔會再傳落去，但我希望會好啦。今晚真係講完啦，外面嘅雨已經停咗，雲散開咗，月光由窗口射入嚟，照到我台面嘅電腦。我杯茶已經完全凍晒，一滴都冇飲到。講古仔嘅時候，我完全唔記得咗口渴，完全投入咗入面。我望住電腦熒幕，見到自己嘅倒影，我忽然諗起阿爺。諗起佢坐喺舊羅椅上面嘅樣子，諗起佢講古仔嗰陣嘅聲音，諗起佢講完古仔之後摸住我個頭嘅感覺。佢走咗10年啦，但佢嘅古仔仲喺度，仲喺我個心入面，仲喺我把聲入面。只要我仲講古仔，佢就冇消失。多謝你哋今晚陪我聽，我講咗咁耐，覺得好聽嘅點個關注再走。阿明仲有好多故仔慢慢講俾你哋聽，我哋下回再見。